鄰石同埋沙田圍嘅街坊要留意啦，因為 T4 主幹道工程，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車公廟站有一條行人隧道，由今日開始永久封閉，又同時增設咗臨時嘅過路處橫過獅隧公路作為替代。行人路線嘅改動都比較大。咁今日已經試行咗啦，同大家分享下現場嘅情況先。從車公廟站出發，按住原有嘅路線步行，經過津岸8號出邊嘅一條小徑，去到中段呢就會有路牌指向呢個臨時過路處嘅。咁又留意翻呢一段嘅臨時道路，除咗有行人路之外呢，仲有單車徑嘅。咁所以踩單車嘅朋友都可以放心啊，呢段都係行得嘅。咁去到過咗馬路之後呢，對面就係 T4 嘅社區聯絡中心對出啦。咁喺呢個位置轉左就可以經獅子橋過河，就去到市中心嘅，即係呢一個城門河畔呢個方向啦。要去沙田圍咧，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喺呢個路口轉右之後直行，會有一個指往曾大屋嘅指示牌。咁我轉左跟住去內隧道啦。咁呢一條隧道咧就係原本已經有喺度嘅。穿過隧道之後對面就係曾大屋嘅球場。我直行咧就係沙角村同埋博康村嘅方向啦。其實由秦石村行到去博康村呢一段嘅路程就大概用12分鐘左右啦。不過如果驚認唔到路或者係太曬咁樣呢，咁可能就搭翻一個站馬鐵或者去搭巴士會比較方便啲啦。